我们每一次去送审这个所谓的收费的时候，都有个问题，他说你这个东西太高了，或者是怎么样？那我们去把这个公立幼稚园的收费跟我们这些私立幼儿园做个比较，那不是很合理吗？就有一个评鉴的一个标准嘛。补助的标准到底伫咧倒位？台南市有将近600间的幼儿园，分公立、私立、非营利，总共共4大类。政府虽然推出多项政策，也毋过促进煞拢无共款。台南市幼儿教育发展协会举办论坛，邀请第一线业者、甲教师、甲专家学者共同交流、分析、甲探讨。私幼的处境当然是艰困的。第一个少子女，第二个我们的幼教师非常的缺乏啊。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收费目前在一定的额度限制之下，当然我们想要做任何事情，经费的来源是最主要的。无同结构的幼儿园，政府的补助拢无共款，甚至连收费为每个月1000外块到2万块拢有，非常的混乱。台湾的少子化，致使幼稚人数逐冬减少，连教师的人才也伫咧减少。人力不足的状况之下，教师的人事管理甲管教方式也受到各方重视。目前因为特殊儿真的是比较多，比例稍微高了一点点。那我们的人力在现场的人力方面确实是不足的。那如何控管老师的情绪，也是我们主要的课题。那目前政府有提出所谓的1:12的这个数字。那在我的看法是，不管是1:12或者是1:15，甚至未来可能走向1:10，那都只是一个数字的问题。主要是说我们面对的孩子是属于什么样的孩子？那因为目前我带的是小班，所以呢，小班的部分我们就会跟孩子多沟通，因为我们会以他们现有的状况，然后去因为每个孩子的状况都不一样，所以其实每一个孩子可能我们要沟通的方式也不太一样，因为每个孩子他们有自己每个孩子都是个体。那我们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，我们就依照这个孩子的状况去做引导。各个幼儿园先天条件无共款，政府就算提供补助，空间也无法度全面达到一定的水准。台南市幼儿教育发展协会建议政府应该保持开放的态度，希望未来任何幼教政策甲议题拢会当互相沟通，互台湾的后一代拢会当得到上好的照顾。台南新闻孙怀采访报道。